要继续摇吗？不用，放着一下子给他。他不想给你碰，放着一下，你没听到吗？故意这样，来，他表现了，型男大肚，好大，真的好大，你应该有180哈183，哇，183就是这样，来看一下距离。你看看一下138在这里，保险160、170，油温高度，有慢孔低压左圈。他会叫你用手势。我想说电磁炉可以去夹。最萌身高差，来靠近一点，再靠近一点。哇！你给人家姐姐压力很大，对吗？你要用这个吃哦。好 ，OK， 那我端起来吃看看哦。太夸张了。对啊。你还没切辣椒啊？哇！国谦，你这最近有进步，老实说，你该不会真的是交女朋友？我去找徐师傅上课。你怎么会收他当学生？刚讲你有进步，他不是我教的，不是我教的。你师傅最近都很激动，关心他。这不是更年期啊？上是让谁听听啊？你是让听啊？你是丢好吗？谁上的？你点小。几个18？几个18？2个。你等一下出剪刀还是石头先说？我说不。出不，好，总那便宜呢哦。剪刀石头布，哇！哎，你直接动火呢？我管你啊！你很明确的表情。可是他出卖了我们2个。Hello， 各位天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。今日呢來到新竹嘅新豐亞島 V 嘅，航空亞島 V 嘅今日來參賽站，咩十分的厲害哦。嘿啊，他們都是用透過網絡啊，或者是有看節目來報名嘅。真的已經有發揮呢我們的節目的影響力。群聚效應了。對。三日下來呢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之前呢來分享到係喬紐涵徐師傅。嗨，大家好。徐師傅你好。好，你好，分享到係青友鳳徐師傅。大家好，係鳳大家好。阿鳳你好。對呀，看到兩個師傅呢就都是謠哎。沒有，他就虛給報警。對，每次都很快速。好啊，三日下來就有分享到今日參賽者，我們這邊呢係今日透過人家講到用路報名嘅母子檔。我分享到係玉華姐、李玉弟弟分享。來。他弟弟應該沒有叫錯吧？他的身高我可能要叫哥哥。是幾年次？82。對啊。那很強榮。好，兩位分享到哈，富貴人，然後富金人。大家好。你好。兩姊妹。哦。分享。搶高一下兩位猜題嘅我們參賽者啊，對啊，新豐亞島 V 有乜嘅好高好料好食的，可以跟大家分享。新豐海邊啊哈，就是蜂墨港嗰度，那邊的風景很漂亮。哇，都好呀，熱天安不是你滿盤的蛇溝去個東江又漢走在宜漢啊，傍晚的時候就是夏天的時候，對。我現在才發現玉華姐。兒子，你不覺得像姐弟嗎？很像，對，最萌的身高差。很年輕啊，媽媽很年輕。要不然50歲嘞？啊，50歲嘞，對，50歲嘞。決定在動河上哦。沒有啦。李玉有什麼知道什麼好吃好玩的嗎？信豐又該風沙苗，所以每年端午節走在去該老款，該爬硫酸，該動動力。唱硫酸是什麼廟啊？風沙苗，王爺廟。紅毛港我好像有看到說，它是北台灣哦唯一一個水筆仔跟那個海茄東黑貓，就是有一個濕地生態，它算是蠻難得的，所以走在去款這種濕地生態，小朋友可以學習動好嘅手材。我們知道就用細細的時間突到嘅課本地段那水筆仔，這邊有紅樹林可以來看這樣子。好，三日下來呢，就看一下今日我出來剃頭嘅食材係乜嘢哦。緊張了，新豐有什麼特產？該下冇咁多好食的哈。對，新豐因為咁多好食的東西。你下大概都會本大家小解啲下，攞到新豐愛食。哦，鹹卵。鹹卵。哎，新豐的特產是鹹蛋嗎？係啊。海家己哦。係啊，鹹蛋。哦。糖公煮咗個上面唔簡單哦。三日下來呢，就來分享到菜題也嘅牛年變化料理嘅專家，分享到龐生奇龐師傅。哇，好年輕哦！盛奇，你該不會是比我們男主持人更年輕吧？你幾歲？來，我們比一下，1、2、3， 26。哦，你82歲哦。80年次，差不多28歲啊。哎，差不多。好，那要跟他們這邊嘛該做料理檔口啊，有沒有什麼的特別要注意，或者可以變化出嘛該東西？
伊做咧做甜的，做咸的，拢做咧。他做那种香的哦。哎，要做咧做甜的。可是它是咸蛋，不是甜蛋哦。对啊，譬如讲，就马个料理做咧做甜的。甜的像是布雷啊。布雷。哦，这个粥呀给。布雷，有些人烤布丁是不是？烤布雷咸咸甜甜的，是不是？好，可是我还是要先讲一下，其实呢，要给含落的制作蛋糕，应该也是工序很繁琐，对不对？这个大概要周几久哎，才会可以做成咸蛋。他们都也许白天都试试看。医生半年。那新丰的咸蛋为什么特别有名？用风土走哎。答对了，没错，没有错，因为那个新丰呀，导边的贴片跟奶牛就会那个凤奶，所以它做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哎，红土就是会做出来咸蛋特别好吃。因为红土好像本身它的铁质比较多，然后它本身它会有一个咸味入进去。因为之前我在英哥那边好像也有做咸蛋，也有做红土的。会有咸味入进，确定不会被剪掉这段？再剪就说。那我们一起来品尝烤布雷。好，就是准备甜的嘛，对不对？哎呦。哇，烤布雷！哎呦，现场烤吗？哎，我也会烤，我也会烤。好，这个是加什么？烟草、砂糖。砂糖。哦。而且听话加砂糖係哦。所以等一下嘅布雷地圖做咧學到香港嘅美食係嘛？有。哇！哎，現場炙燒呢，提這排款多。拍嘅通常唔得咯。做咧鹹冇香。哦。現烤誒。含了那烤布雷替白色的哦。哎呀，当不完全是切都有下 Q。真的呢，它 Q 以外呢，它就像是里面含了那表面很浓郁，哎，咸蛋黄的那个味道。对，懂好写。这本的厉害，沈梦怡让我们大开眼界，含了每周的做这个烤布雷哦。3點好了呢，今日就拿T冠新豐菜T最有名嘅鳳鴨卵來進行比賽咯。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用最低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菜T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碟，一家之主送菜嚟。好，T冠呢拿下给含论了周边发，真的要请张博谦这一队特别小心了。哎呦，还好我们不是做金沙。博谦会分不清楚什么叫做金沙。刚才就头轮狗了，人家今天没做金沙，还是放心100分的。好，给只要你不要动手，大家就放心了。我们等下看2位姐姐。好，风吹单来料理黑马街，汉卵炒虾筋。好，虾筋哦，虾仁大家都喜欢吃的。好。今日咱嘴唔系做金沙，而团款吼，诶，咱嘴今我会做个料理系。汉卵炒高丽菜，炒高丽菜哦，哎，汤几多简单个，做法冇强龙哦。好哦，好哦，太清啊，有信心吗？有。马上就来进行比赛，倒数3、2、1，抢开始。开始喽！哇，一个是炒玻璃菜，一个是炒哈伊。其实呢，基本上只要我放咸蛋下去，就必胜了，都好吃了。对啊，怎么办？这样会不会很难品啊？有可能难评，这样就是考基本功了。是，我们错。你们的基本功不错哦。对啊。肠泥一定会哈，先辣贴啦。哦，因为用呛没人懂吗？平常时李玉不会老妈妈都不卡 Q 他周吹吗？不会啊，但是他会煮饭。真的哦，有兴趣是不是？嘿。他从小就喜欢煮饭。哇，那现在还做嘛该跳路嘞？做出事吗？应该读送办。科技业送办，科技业哇！所以走出来发现很新奇呢。对啊，会做料理的科技业应该已经结婚了吧？还没有。然后真有吗？如果他结婚，那我压力很大了。82年次呢？哎，可以了。最近哦，李玉懂不做料理哦，可以大概当米啊，给下工啊，给段老给切都。他就给熟给冻干呢哈。对，好，等一下妈妈都会注压出菜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吗？我们会虾仁会先我先建议它，下灶下香，然后长了炒汉卵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等一下你都给虾筋会裹粉嘿吗？会裹粉嘿，我们要稍微抓腌一下。哦，好，那我们等下再回来喽。好。哦，马给相机，你看，俺这虽然是做炒高丽菜哦，不过你看。我们今天要用泡菜的做法，是不是？含到类似。该地图就干嘛改？染的啊，染平平哦。仲会爱安样弄呢？臭臭的。哎，好香样。下加软化哈。对对对。东澎派，伊用的含
哎，猫 Q 两个欢暖哦。吧？给它劈蛋的。这个要继续摇吗？不用，放着一下子给它。他不想给你碰，系啊，放着一下，你没听到吗？你看，就是我就小屁孩，人家硬不要，硬说不要，我就。我故意这样。啊，我们刚刚加了什么？加埋解冻蟹、胡椒粉、加椒粉、椒那個調料。調腰，这个卤先錄一下。嗯，啊，姐姐，問一下，我哋等下睇馬卵哦，我先撒過嗎？先捅一下嗎？唔使，他又要交错了。对，所以我们都不要。不是，上次你才教我啊，先捅過啊，它這樣才不會裡面流出來啊。佢應該要同好他已經咧，燙好了。同好咧要，所以鹹卵加皮卵，卵幫摸分開來啊，冇。我哋咩做競賽，該下就問過。要個，嘿嘿嘿。混在一起的。哦，那等一下批卵烙馬卵烙那個鹹卵吼要向下炒的嘛？先炒鹹卵。先炒不去向來哦。嗯。而且你看都是用 QQ 的東西。对，很有口感。其實我炒高麗菜還沒有吃過先這樣子，就是浸泡，就是弄鹽的耶。它还没给我卡车啊。对，但是它的比較個夾入味。哦，它讲银米米有个楼。哦，它的水先丢推嘞。可是我想问一下，这样子的話，它的比例是不是就是鹽巴的比例，就是因為都調鹹了，最後它其實不用再加什麼調味。我狂記掉啦，煎。等一下，請問還有加埋個調味嗎？唔是的。唔是咧嚇。至於鹹卵嘅鹹，然後嘅高麗菜嘅鹹。香個皮蛋咯。批卵哈，批卵就。好，我都要狂雞片好咧，哈。好。哇。兩片嚟煲那個鹹蛋摸孔蓉哦。对啊，要用一卤黑有加嘛东西会fonfon啊。那个虾膏，我们没有全部弄掉，它比较香。他把虾头的虾膏，对我有留下来。哇！来表现了，型男大主，好大，真的好大，你应该有180哈，183。哇，183就是这样，来看一下距离。你看那看一下138在这里。啊，温度160、170，油温高度。我要幫你控啲啊，抱歉。他会叫你用手机。我想说电磁炉没入匣。虾膏我们没有全部弄掉，它比较香。他把虾头的虾膏，对我有留下来。对。厲害啊！有胜算的啦，都有小秘密在里面，都有小撇步在里面。留一点啦，没有全部留。对。哎呀，香啊！你都要给鹹卵哈，卵風到卵趴就分塊哦。哪有分塊？會做競賽炒法了嘛？对，因為我想說蛋黃，你一開始加蛋白，會下調鹹調時鹹嘛。會好係先長加落去鹹，唔會按時鹹。聰明啊！你本身是弟還是李玉讓你講嘅啊？我自家弟啊，我教記啊。我拍過係播車同你講嘅。哎呀，冇可能嘅，唔是機嘅。好似你機啊？啊，然後先表香。那先表現干煎，他講，所以是要交給李玉來，他來表現了。型男大主，好大，真的好大，你應該有180哈，183。哇，183就是這樣，來看一下距離。你看那看一下138在這裡，差好多。我不要站這邊自取其辱。那我們這裡面有加蝦膏，可是等一下這個也會跟着全部下去嗎？不會，就只會把乾煎而已，讓它入味而已。對對對，就加番薯粉跟米酒，然後一定要米酒。要同佢講實啲嘅。對。等一下燒掉。幫你把這個大又加一點米酒啦，香。米酒它不會臭腥。為什麼那麼喜歡料理呢？無聊。而家拍到係做伴女朋友戲的，冇啦。哇，那很考驗我們鍋子不粘鍋的功力咯。對對對，而且當香吼有批到嘅下搞嘅香味耶。應該係白蝦仁哦。嘿，白蝦。對，拍蝦。拍蝦講嘿。好，等一下差不多就好，再講兩天咯。哦，好用哦，夠用呢。可能撩耳朵係啊。那怎麼個重要的當然用細細。配合那個鹹蛋黃。哦。而且它剛好可以逼一點油出來，是嗎？胸部來炒。向下炒哦。平常時兩位姐姐係做家庭主婦嘛，也係有開餐廳。家庭主婦。家庭主婦。媽媽嘅米頭。要擺埋你的煲麵誒。姐姐啦。哎，熟了。老婆會甜甜的嗎？唔是啊。哦。
还有口感吧。哦，对。哦，水吗？真实，全部真实。哦，调味吗？真实。真实。哦。你有比其他不化改米西哈，而且我们的肉也有先腌过。你如果哈，啊，要孔盖片好嘞。好。哇，好漂亮哦！看好看煎出来的那个哈，而且是煎到盘熟哈。对，只能半熟，两手某些。哎，也含了么？没有全部放哦。嘿，对，等下当表。哦，等一下让让它不要那么咸。乱泡等下当表。哦，哎，我好香。哦，安尼表哦。哎，哈讲当表了。哦。那它每一个都有吸附包覆到，对不对？现走金沙哈应该敢勾呢。对啊，它也有加蛋黄。其实这个撒一点葱花，其实可以直接吃。我们好的好外蟹长都会撒葱饭。哦，不好意思对，白色下酱啊。买下香。妈妈懂不懂做菜？懂不懂？好，可以放。妈妈平常时做嘛那方面的调路嘞？我平常时就买7百。买7百。买7百。本身是一个安亲班老师，假日的时候是兼差做个副业这样。看到他真的会想要听他讲话，因为给笑眯眯耶，对小朋友很好的感觉。对，哎，我们的差不多要好喽。对，差不多了。等下葱花加落去是好嘞哈。按熟嘞，莫炒调熟，哈进调熟莫些。好，那我们的差不多了。干嘛改？蒜条哦。蒜条米最美人哈。可能他们比较喜欢吃那个呛呛的那个味道。好，那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差不多。好，接下来倒数喽，天从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试试看下铁罐地图哪副卡米西较好食嘞。好，今天呢用含卵边发式的料理，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吉祥色嘞。哇！而且要记得哦，我们的下盐呢还是有温沟下膏的哦。对哦。今晚来品尝看呐。来，这个张伯谦一定会要续科。那个虾膏直接扑鼻而来耶。生煎有温跟下膏有检查哎，好香。很香，不会只是咸淡的香气而已。生煎本牙给米头有懂得作为编发，而且不会太咸。它又该虾仁哦，因为有限果粉吼，所以去保留啲 Q 度。好好吃。好吃哈。加码吗？加码。对，先吃蓝队的好。好。睇到我们蛋肠就ham卵哦，它就加马卵哦。牙嘅玻璃川呢有咸卤膏。睇到未冻香呢。哎，真的很脆哦。哎，韩版要做啲健康嘛，俺妈妈咪安用做嘅。冬天冬菜，玻璃川没冬甜哈。譬如刚开批卵冻好些。有很多不同变化的。你两餐就满意吗？都满意。都满意哦。那咁講，該ham卵哦，雖然係豬骨，不過那個批卵的馬卵哦，它不會搶味，而且把它增添不同的風味呢。對。好，而每第一關呢，就會拿含卵做編發，利用組呢都做到什麼提示？先來幫邱師傅搶本數。等下幫下請我放邱師傅。哈？因為冇得到分數啦。这个咸蛋跟皮蛋呢的结合其实很特别，那它的味道可能它的辛香料味道过重了。哦，辣椒穷豆嘞吗？不是那个蒜香哦，但是它的高丽菜的甜味，那如果长辈吃，它这个高丽菜的甜其实很出色，蛮不错的。那为什么会选择红队呢？主要是因为它把那个咸蛋的香味有出来，有炒出来。嘿，这条片跟咸蛋黄跟龙邦也梅头有摸炒出来啦，系啊，是正炒的安样子。啊，条片的龙邦炒到又出到又起泡泡，安样人好好食，这样系下香嘅安炒。所以你咸白煮嘅时间从了头层，你别做啲个咸蛋黄的分开来炒，乱拍，佢个梅头下袂出来。就算要给含卵毛的铺盆啊，一听不管你还没做金沙，都要让它炒到有气泡，是不是？才有香味这样。好，冇问题，按用大家都有学到的吼，互相交流一下。姐姐刚刚让我讲一下，要这么按服呢，我们把虾膏先必用它卤一下。
所以有嗰種下拱頭嗰種下舊嘅味道啦，吼。好，三點好了呢，就可以下給你齊師傅帶來馬4個料理要搞太假咧。種埔素滷菜。好，給你齊師傅帶來料理，希望嘅出名。金沙甘蔗蝦。金沙甘蔗蝦。我們剛才那一組已經把蝦子表現那麼好了，你你會不會壓力太大呢？所以他加了個甘蔗。因為嘛個食菜。食菜嘛個，也係主角嘛個，鹹蛋幫。卵拍，啊啲嘛個甘蔗嘛，啊啲係蝦泥，啊啲係香辛料，蒜末、蔥、辣椒、香菇，那先做一份係嘛嘅粉啊？你係玉米粉、麵包粉，按先做份開始教佢你下，啊嗌啲先溝啦，幾萬間？你係嗌先做好，因為時間的關係，嗌先做好。起來弄好。溫度160、170。好。我用半孔底下多錢？用半孔。油溫高度啊。他會叫你用手勢。我想說電磁爐可以入蝦。甘蔗油啊，那就先用這個。安院長會釀起來啊。每一些粉的哈。大概有看到哈。會掉粉哈。啊，怎麼開始另外加便宜粉？它才不會，你破尾時這一波叫人滑落啊。別的粉做唔得？未做得啦。蓮藕粉做得？什麼？那個蓮藕粉啊。蓮藕粉。其實你要做出來凍簡單，你看下你要抹那個水油啊，是因為是抹不一樣。這全部都蝦仁。哎，蝦仁哦哈。哇，要全部蝦仁哦。哇。炒蝦哈。哇，炒蝦超貴的，一卷幹嘛？要50塊。不止。成本。你要差不多，你要用7期差不多500-600啊。啊！這一場一定要贏啊，玉華姐！李玉，我們一定要贏。等下樹感應，這個真的要贏啊！當然院長是得了。黑色的拍。對，一定要贏。哎，這樣是不是顏色是差不多的呀？因為啱啱觀眾朋友看從你麵包粉拋回去，這它的溫度一定要到160到170，你下夠就會變固態的。哦，咁多料係炸幾炸差不多3到5分鐘。都維持160嗎？160、170哈，像你啊，凍簡單哈，啊。我一些麵包粉。我不能，因為按愛條魚漿的大小可能是因為愛條又要蝦仁漿哦，蝦仁漿，蝦仁漿又要大概是60克啦，佢做起來太細還會強壯。哦，你看又啊，強壯哈。哦，那就先開火。所以剛剛師傅說，其實換魚漿或者是花枝漿沒做得。花枝漿沒做得啦。那個要炸嗎？好，兩強下烹，強下烹怕，強安源哈。哎，那再做幾個，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吃的呢。哎，對耶。冇咧。然後上下來炒料哎，係嗎？炒個金沙哈。好。也是要起泡嘛。哎，你有先壓過哈？啊？我看你這個。有。我說叫先傾面的話用就較會起泡，油會多一些咧，師傅請教一下。下多啲咁怕。油會較多啲啊。多一點比較起泡。較部分的部分呢？太薄。太薄，比那種起泡，不過凍架出泡咧。像這樣子。你看它起泡了，有一點起泡了。等一下貴屋起泡哈。看你啊。起泡的目的係乜嘅？讓它卵磷脂能夠釋放出來。而且會較香啊。蒜末。辣椒啊！那看嘢香菇咩走嘅香菇？走嘅哦。哦，經過水嘅哦。哦，經過水你看。分邊是不是？哎，家下應該係蜂係蜂膠也係辣椒？辣椒啊。哦。姑叔，係你等下泡好過後，這邊它的蘸醬嗎？係，蘸我按我落去炒。裹上去。用下炒哦。用下炒。等下可以甘蔗做的什麼？做的。也可以吃。做的是咯。哦。甘蔗蝦，大家就是個甘蔗的料理嗎？冇呢哈，都是當水果嘛，對不對？搶係直接盤粥上下去。哦，當哦，當然做的是多。我們家煲空油的時候會不用甘蔗哎。真的哦。對。它有甜的嗎？對，就不用加糖的。像你下冇沒有那個泡泡，其實沒做的按個加油沒做得啦。油多一點，它起泡會起比較多哈。嘿，沒做得。從嗰啲，因為現在我們養生嘛，啱未做得加一點嘅水。哦，水未做得。一點嘅時候咧，因為我們現在不要吃那麼油啦，唔好食按油啦。有啊。馬上起泡咧，好，啱差唔多咧，嗬。不過我有一個問題吼，做乜嘅點會加香菇啊？好漂亮。
向骨下向，一定要歇实地。哦，好，安尼溜去咯。我一定要吃到。有啊，动酱哈。形状好漂亮哦。形状好漂亮，好。那个葱花。哦，葱花也聊，现在放两下口。哦，一样蛋白部分最帮你要标哦。哇，这个你也可以甩，6只一起甩呢。跳舞啦，跳舞。哦，通一点嘛。哦，还有个啊，ham甜的。ham甜熟，不要过多的调味哈。嗯，好夫叫3下就好。哦。好。推了就，我会见的盖子不见了。啊，你要是还没使本薄牵线。哎，我会赢是不是？你预言师哦。小安有使差不多嘞。来介绍一下你浮夸的餐盘，它到底是餐具还是灯具？最萌身高差，最萌身。来，靠近一点，再靠近一点。哇！你给人家姐姐压力很大，对嘛？你要用这个吃哦。好 ，OK， 那我端起来吃看看哦。太夸张了。对啊，他们切辣椒啊。哇，国谦，你这最近有进步不？老实说，你该不会真的是交女朋友？我去找徐师傅上课。你怎么会说他当学生？刚讲你有进步。他不是我教的，不是我教的。来介绍一下你浮夸的餐盘，它到底是餐具还是灯具？来，都在餐具啦，它整体的餐具啦。哎呀，看你啊，哎好，好，哎在摆盘咯。必须该下辈做咧表来垫了啊。没做对啦。啊，请问用一般的盘子可以吗？没做对啦。哎，因为全嘛个火山爆发那种的嘛。有吗？有吗？等一下那个加上去就有了。哎，有哈。流沙。哇，那个咸蛋拿来搅饭。煮饺子咯。大家了下要問嘅問題嗎？問問題嗎？我結束了哦。盤你現在買誒？盤了哦。冇啦。好，安完成了哦。好，本太可以嗨。金沙甘蔗蝦。安用最後 C 咯。这料理真的很热销，因为刚才我们已经争先恐后提供了竞价了，我大概出1500可以吗？1500啊，卖你，卖你，一定有，那对了，哦，那我们这一趴就直接刷。对，好了，先看看题目。好，题目是鴨卵用扮演外用鸭來滷咧，唔係用芥卵咧。A 鴨卵嘅水分下手 ，B 鴨卵嘅葉紅素下手。葉紅素係 B 咧。好，先放在心里面哦，先猜拳。馬上，拿了好了。好，那我就排错姐姐好嘞，好吗？好哇，哎，最萌身高差，最萌身，靠近一点，再靠近一点，再靠近一点。哇，你给人家姐姐压力很大对嘛？你等一下出剪刀还是石头先说？我出布。出布，好，總你便宜哦。啊，剪刀石頭布。哇，哎，你对姐动火呢？没关系啊，但是要答对。我们的重点要答对。你看民出的表情。可是他出卖了我们2个。不会，你看李玉就这样动不会走出来，然后你看又是歌妓新贵，然后现在对女生又好。对。但是我们重点要答对啦。对。A 呀还是 B 嘞？鴨卵嘅水好少啊，鴨卵嘅葉紅素好少。其實我唔定係用餐呢。對。那我們就直覺咯。A。好。哎，6選 B 哈。好。答案係 A。還好我沒叫你改。對。答案係 A 哈。我怎麼改？有扮演，因為該鴨卵嘅水分下少啦，佢嘅脂肪含量下降。所以答案係 A。哦，佢嘅出油嘅效果出油啦，難怪它起泡的時候比較快。對，而且你看，我們剛才那種妞米啊的哦，是不是要分我們？我先有要吃嗎？沒有吧？我覺得我的分李玉好不好？因為我覺得李玉剛剛對姐姐這樣，我很感動。對，有點良心。而且同為82年次的好兄弟來講，你餵他吃啊？因為你們身高差不多。我餵他吃的話，等下人家媽媽誤會哦。我的給你吃，沒關係，不用哇。啊，漢玉你點呢？我啊。哦。你用這個盤子，你用這個盤子。兩盤能有帶走你嗎？好，謝謝。好。怎麼那麼合家歡樂啊？
你要用这个吃哦。好 ，OK， 那要端起来吗？要像皇后一样那样。 OK， 那我端起来吃看看哦。太夸张了。对啊。哎，你做嘛个加香菇嘞？用半斤。哎，猪条ham卵个，用字嘛。他昨天学到香菇哦，因为是用它煸过哈。哎，它这个寿司这个真的超好吃。最厉害就是这个寿司，这个真的超好吃，对不对？超好吃的，超下饭。有那个咸蛋那个沙沙的口感。跟我的背吼，因为个虾仁吼系加ham卵，所以食起来ham ham的。我食到地肚了，哦，甜味马上窜出来呢。甘仔甜味就出来哈。除了虾，你还有可以只用花枝姜。花枝姜没做的，鱼浆没做的，鱼浆没做的啊！你要不靠从你要不靠某个调理机有吧？你没做的用手剁的。好，料出料理呢，大家都有食到正嘢師傅嘅針對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咩做都冇卡來吃到困難。如果生下來呢，男主要加油咯 ！OK， 誰來今後最不美怪挑戰？我是太總譜，用最運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自天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知接力順序嘅情況底下，兩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，殺亂紛紛麼？到底哪嘴仲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最不美怪呢，就係你嘅料理接力賽，先來請師傅公布菜色。哦，卷菜炒頭皮。哦，卷菜炒頭皮哦。這邊說的馬上有先去。我要讓媽媽來選。好，媽媽你先來，動我誒。動我誒。好，1、2、3。哦，第三個哦，OK 啊，我很會擺盤呢。那兩行，然後不，金進先讓人先。因為先上海，因為先來下。這個最近的。對。好，1、2、3。哦，大頭苗。一個切筍條咧。誒，咩？今日切筍苗，今天切筍苗。OK， 好，該兩位爸馬上去了金行挑戰嘍。馬上來進行料理接力賽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好，我們現在去看伯謙了。看伯謙是嗎？看伯謙。不要笑他，不要笑他。對，因為伯謙有進步了。對，有厲害。還是要笑一下。不用那麼多了。不是平豆哦。可以了，兩個手裏了。你等下喊了切買的東西。等下切凍豆哦，全部應該切咯。緊緊的趕安利和別人都安利好多。伯謙，你不是要帶那個切菜神器啦？對啊，應該帶在手上啦。係啊，應該當後控一切菜料。好，等下切這個因為他沒有，他活在自己的世界裡。頭皮。哎，用吧。對半先切過哈。怎麼了？這有順文逆文的問題。用做得咯。你頭皮有剩破quả、剩堅果，啊，記得炒。等下款金進街會做。款大廚用班炒係啊。哦。這個挑夫皮感覺以後是咯。係啊，哇！你係咪切辣椒啊？哇！哎呦哦！伯謙，你這最近有進步，你老實說，你該不會真的是交女朋友？我去找徐師傅上課。你怎麼會收他當學生？剛講你有進步。他不是我教的，不是我教的。誇獎我。這是另類不要看他了，我們不要看他，我們去那邊看好了。你們不要誇獎我。好，我們去那邊看。他們排泄啊？那我們去那邊看嗎？他沒有很怕，直接切。好。我們的蒜苗很漂亮哈。對，同樣是第一棒，這個切的量就很多，舒服，看起來就舒服。對。我媽媽沒懂會做菜耶，還是你會做菜都是看着媽媽學的吧？算是。然後氣感又有在過去學習班的，對。煮菜都好搞啊。所以你是希望練到一個程度之後就來跳槽了嗎？哦，沒有啦。對啊。有這個機會也。我覺得蠻適合的啊，可以當副業。對啊。對啊。你們有沒有什麼是重點？你們待會會特別 focus 的？一個是爆香，會溶解香油。哦，香油比較油。用下香。哦。還有咧？還有等下該豆腐皮會燙嘛，燙過會撈該燃去腥味。頭皮有燙。豆腐皮會有腥味嗎？會有腥味，有些會有腥味。會有豆腐味啊？對，就是豆腐味那種酸酸的味道。哦。那加鹽可以就是讓它又下鹹黏味頭，也順便去腥味。了解。等下後面鹽就不用放那麼多。你怎麼知道？媽媽教哎。哎呀，你教哎。好厲害哦！你菜全部都切好，你是不是切的呢？哎呀，用下膠啦。下膠第三棒係明珠，去擺盤子。我就擺盤啊。哦，都是爽頭類呢哦。對啊。好，等一下當都做來哈。好，沒問題。你切肉哎。我切到牛背呢。
他们用的是那个猪腱子肉。听你咋准备的哦？很酸豆麦。你耶，第二棒妈妈桑，好，挺身妈妈桑，米酒就咖喱猫，米酒就咖喱猫。有。哎，副教粉刚才不讲哦，副教粉米酒调酒哦 ，OK 嘞，好。刚刚讲豆皮还要再多一点是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豆皮不是有2片吗2得是好呀哈。我们这边哈，因为挨掉准皮啊，拼出来继续冻豆哈。所以我们等一下会，打得好甜。豆地板都是小葱啊。这个尾巴的全没了哦，等一下没丢了。尾巴没嘞。因为我们要位置让它每个形状很融融。因为你忘记了吗？它都会把尾巴那么长带到它的口袋，带到你发芽了没啊？因为这个不能发芽。怎么又再切一块？因为唔辣，拼出来甜豆嘞。两片好，那就葱二到蒜苗，等一下慢慢切哈。慢慢切起啊。好，来。好，那口盖片咯。豆皮咧，桶头嘞。怎么开始现桶狗啊？它都得去掉它一些豆腐那种有一点酸酸的。它外面有一层那个，是豆腐。该啪黑嘛该？也系蒜条。酸条含个葱的呀，酸强酸趴，还有姜。那有用吗？一块是用该香油绕一般的食用油先爆香。还有看用油，看用哦，而且它的火是维持在算温爆，它 safe 啊，长大概蒜到葱到红萝卜，用它炒。我真的觉得你在科技公司，他委屈了，你是在科技公司的餐饮部啊？没啦，还是要赚钱。助战的料理长。对，赚钱才能养得起情绪哈。所以你的未来的梦想是什么？真正想会走哎，瘦下走跳路。不怕水猫，你没有看你妈妈的脸垮掉。妈妈再靠近一点，再靠近。加一点水因为越加风吹条哈，芹菜一起要让它变软哈。小火焖给爆一下。小火。切这豆皮，有烧吗？那个芹菜一起下。冻烧，我把同饮酱烧。 3块一起切正方形。你用竹切的片的冇冇平常哦。你係切挑，生意数哦。可劝得真的很胖。跟你夹不好哦。冇关系。芹菜先。身高限制了他的技术。下前面分出来全部落去。全部落去哦。你下是不用下去哦，剩下的哦，唔会的哈。放你口袋啊。带去那边。 长加点水，妈妈都还不会给你提掉哎，所以多加一些。哎，你也提上改哈？对，我觉得他对，我觉得他会帮你做完。我就是盛盘，摆盘，我跟你说，盛盘也是我们很重要的。你要不要跟徐师傅借一下那个？那个灯架可以借我。等下讲哈，好，那再孔盖片哈，来孔盖片。糖肉，肉母又出来喽。因为我们用的是腱子肉，所以好 Q 哈。 该有姜妈哈，我们姜妈先捞，可以用姜妈炒。对啊。会炒半熟可以吗？炒都必熟了，因为它是腱子肉，我怕它不熟咬不动。对，腱子肉其实越煮会越软嫩呢。我知道牛腱是这样啊，不知道猪腱是这样炖的啦。用炖的啦。讲下去喽。好。哇，哎，这道菜也是很好吃哎。全部哈嘞呀。对啊。 放口袋，放口袋。看看梦很多。徐师傅最近都很激动，关心他。这个是更年期啊。上是让谁听听啊？你是让听啊？你是你好吗？谁上的？你点小。7个18。7个18。2个。调味吗？等一下吧。 好，让第3棒做。第3棒做，第3棒马上。他觉得姐姐摸死听走了呀。全部哈嘞呀。对啊。看看梦很多。我刚刚戴隐形斗篷呢。你是怎么了？徐师傅最近都很激动，关心他。这个是更年期啊。摸啦，上
上是让谁听听啊？你是蓝天啊，你是你好么？谁上吊？你点小。几个18，几个18。两个。你可能喺呢個見面節哦，嘈嘈嘅師姐係記得要吐槽一下。難道是我嗎？哦，上好，你先給我一準備啊。唔怕。那我們算秒啊，馬格西。等一下再先，先幫我調味。還有調味嗎？等一下吧，好，讓第三棒做。第三棒做，第三棒馬上。他覺得姐姐摸死金走了呀。對，4、3、2、1，第三個。按呀，挨到才甲講一下好哦。我同你講，因為挨到就甲蒜苗吼，手具吼，挨就沒有再加那個蒜頭嘞。哦，好，我都改改面看哈。對咩？好嘞。我跟你們說，先後順序非常重要。媽媽來正前面。好。芹菜，因為佢迄個頭這部分較硬嘛，哈，先必補一下，就略微薄一下，讓它水讓它軟一點點。那這根他被排擠了。沒有。而且我家的豆腐烤練習，很少看到男生豆腐烤會讓媽媽用他頭輪出來。你就一個寶貝兒子，還有一個女兒，沒也是兒子，也是兒子。你看到胎好小。他們兩個差8歲，還有一個大1而已。哇，可以再加點水。我更改一些是。哎，挑米挑好了沒有？調味嗎？放一點了，有放了。你有不用嘛？個染甜的啊。讓它個米酒一點點，還有一開始我有先香油爆香一下，對。最後的時候我們還會再加點香好啊，好啊。糖，加一點糖，他開始在表演。哎，怎麼開始玩廣了？好一點點就好了，提味再一點。啊，因為那個取代那種味精味淋啦，就是用這個很好比較天然啊。對，哎，然後小玉，看鹹味。從小是不是媽媽做菜就超好吃啊？對啊。香油再加，香油要加幾些？要提味。多少媽媽？好，你按嗆一下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嗆一下就好了，再大火一點嗆一下，大火一點。對，好，然後時間差不多了哈。辣椒最後辣椒芒表，辣椒前面不用辣椒。對，它只是調色而已，對，放下去，全部放，對。好，開始啦。倒數了嗎？誒，差唔多倒數啦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等下馬上我來試看哦，到底馬莎係今嘅台中鋪咧。好啦，在最杯面一關當中呢，看下兩家也嘅芹菜炒豆腐皮，那不卡米西烤好食，先來測試豐富。好，我們手指頭就要盡量夾下面有味道。哎，你就每句加蒜苗哦。有哦。先聞一下那個香氣，沾到哈。哎，真緊動香哦。啊，芹菜凍青呢。真緊，都有米湯，而且我們是頭前用香油去煸的哦。汗水的都叫媽的米線。水面撈點米酒。對對對。我們有一點素食的那種口味。素食還是在的嗎？不是那種漢堡啊什麼那種。實在。用麻米西啊。好吃嗎？哦呦，哇，是這樣的。看我們都吃完了。我們的豆皮有加鹽巴燙過，它比較不會有腥味，而且比較軟，它比較會包覆那個湯汁。來分析南水講下咯。那個調皮哈，保持的定型哦，保持的凍喉哦，它就尬該注個腱子肉哈，挑米好厚哦，還有那個芹菜哦，撈蒜苗咪切切，啊豆腐皮哈，原本買個細啲嘅又烤過哈，也不錯，凍香。又上街客家小炒，又香哈。沒懂肉絲誒。好，今日關呢芹菜炒豆腐皮都睇哪一家表現呢？師傅較中意呢，先搶 Q 師傅搶分數。哇！又分數嘞！好，等下傳一下金永鳳去師傅。沒關係，先嘗看那公飯。我們紅隊這裡呢，雖然它的味道做得很清爽，那它你們在每一個步驟的爆香，那個香氣也有掌握到，但是呢，它的味道跟藍隊相比，因為藍隊它本身它的豆腐，因為黃豆必須有油炸，那個香氣比較會出來。嘿，大概小米又冇熊桶。那因為它這樣子炒的結果，它有稍微燜煮。哦，也個米頭有米頭，嘿，也個米頭夠香，700，200安尼。哦，啊，金永鳳其實不應該想法嘞。比較偏
应该正常嘛，应该米酒嘛，水母的时间有通过炒下酒的芥，该米酒味道比较唔会盖过那个调皮嘅芋头。啊，你一片芥米头冻好，佢个调皮话，爱要好是该调皮话，该恰恰应该喷那样嘅，所以应该喷两片。哎，谢谢你们2位师傅呢，刚才忙拼夫应该是志谦哦，他们2个已经完全放弃了。用眼镜你该拼呢，真嘅用眼镜。好，其实呢，我老太讲一下芹菜炒豆腐皮，那是客家菜料理当中很经典的一道料理。没错。所以呢，各家2家表现出来的。其实呢，都是自己家里面的客家味，就会最赞的哎。好，但是今天呢，比赛结果出来哎，2比2平手。恭喜公司得到前5年的大赛季。恭喜！好，每位恭喜吼，咱的两姊妹吼，都得到1500块的大赛季。谢谢。好啦。玉华姐哦，有一点难过，没关系，但是难得机会就老赖 Q 他的比赛，老太阳讲一下要不要参加新的？去当饭鱼，大家饭鱼时候嘞。真嘅，而且算衣服卡就是池州跟徐师傅给出来，就赚到了。回去会试试。对，好来。小玉，要不要参加新的？老太分享一下。去用冻饭去啊，大家攞去2刀料，2刀煮菜，然后搞时候嘞，饭鱼时候嘞。而且小玉其实做动后，其动有想法，他每一个东西用的标，他有他的道理在，他是透彻的了解这样。还有真嘅哦喏，因为他会讲到真嘅冻榴莲呢，真嘅，妈妈就够好。欢迎加入一家主持行列，对，恭喜！好，你下問一下阿姐啦吼，今日參加呢個感情係乜嘅？希望就嚇本來有機會來參加呢個節目，喺這邊來學呢咪有學到一道東西啦嚇，像個太初是按為主，冇等透過冇主角，唔啲個係兩班人主，喺呢這邊來咧，呢是啲係咪轉移？啲喊來兩班主就會出門，嚇好有特色，希望。回應這個下輩吼，前幾日咪講到凍河吼，因為佢係到下輩嘅新傳師。哇！拜託收我們張伯謙當主持人，我也可以的，還有這裡，我也需要新傳老師幫我聽。啊，應該係講到硬河吼，然後今年今日本來講啊講體咧吼，今啲講乜嘅咧？好啦，大家嚟講一下吼，今日參加咗埋心得吼，讓大家講一下。哦，很東方魚來到咧，讓我學習一下。我講到全強龍吼。其實今年這最近凍魔寒啊，然後姐姐這樣子被臨時抓來吼，等下轉移後還會走偏道風去來而寫呢。哇，這一度都在煮哎。馬上就把這些菜學回去。對。哦，從第一道菜金沙做啲改變一下做法，好冇？好。好，謝謝。好，恭喜兩家兩歲呢都表現到十分的讚到，行家今日要互相切磋，做得互相來學習，也係最讚到嘅。係啊，東南的看到俺後生嘅來哦，唔係來啊，夜來哦，俺後生哦，佢有兩姊妹哦，俺電影下像俺。馬上不好，還有這樣子的難得人才，加來報名參加一下。冇錯，一家之主呢，不用太去甲空下來報名，一起來學習哦。一家之主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